当中东地区爆发战争或地缘冲突升温，如以哈冲突、伊朗相关危机、红海航线封锁，全球市场容易出现剧烈波动，特别影响能源、原物料、军工与避险资产。以下是中东战争时期的投资理财3大原则：一、强化避险配置，黄金、美元、美债是核心避风港原则。地缘冲突，投资人转向安全资产。中东战争时，市场风险情绪上升，资金通常会流向黄金，传统抗战争与抗通膨资产美元，全球主要储备货币。避险时需求上升，美国公债、高信用评级，价格上涨带来避险效果。建议配置买进黄金 ETF， 如 GLD、EO， 实体黄金或黄金概念股，增加美债 ETF 或短天期美元债券部位，控制高风险资产比重，维持流动性。2、掌握能源行情，原油价格上涨，受惠族群可关注原则。中东战争，原油供应不稳，油价飙涨，冲突可能导致原油供应中断。红海、霍尔木兹海来航运受阻，造成国际油价飙涨。此时油气产业、原油 ETF、能源设备股受惠。可关注标的：原油 ETF， 如 USO、DIBO 能源股、雪佛龙、埃克森美孚；国际油田服务公司，如 SLB、台股能源设备相关族群；中油概念、储能系统、输配电设备股等。3、降低波动型资产比重，采分散配置与保守策略原则。战争期间市场震荡剧烈，控管风险优先股市、加密货币等高波动资产易受冲击，建议降低比重，分散布局不同区域与资产类型，有助降低单一市场下跌风险。建议做法：采取核心加卫星配置策略，核心为防御型资产，卫星为可攻击标的，控制持股比重，保留现金、短债等高流动性资产，避开高杠杆、纯投机型商品，保持资金弹性。